大家好，我叫做 Joseph Chan。咁咧就今次嘅影片咧，主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從一個簡單嘅靜觀嘅練習，點樣訓練出自己自我關懷同埋關懷他人嘅能力。咁喺之前嘅影片裏邊都多謝大家支持，喺一個冥想嗰度可以訓練到自己點樣去肌肉放鬆啦。同埋就係放低自己嘅壓力啦，都多謝大家對我嘅支持，都真係有效果先至介紹俾大家嘅。咁除咗冥想可以俾大家放鬆嘅感覺之餘呢，亦都可以加強翻我哋嘅慈悲心同埋憐憫心、同情心，亦都可以訓練我哋嘅關愛他人嘅能力。但係關愛他人嘅能力嘅前提之下，一定要自我關愛。如果冇自我關愛嘅話，咁哪怕關愛別人都係冇力量嘅。咁點樣去自我關懷呢？咁咧就可以透過一啲正觀啦、正念嘅方法啦，去訓練出嚟嘅。咁你訓練得越多呢，咁就越嚟越訓練出自己內心嘅一啲嘅喜悅感，一啲嘅積極嘅情緒會出咗嚟嗰陣時候呢，咁就你會更加有力量將我哋內心嘅情感分享俾其他人。咁不過係到咗呢個階段之前，都需要去對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愛自己嘅能量，先至會發揮到出嚟嘅。咁而家如果係聽到呢度想同我一齊做呢個練習嘅話，咁可以先揾一個安靜嘅環境坐低落嚟，然後慢慢自由咁樣呼吸先，俾自己嘅大腦先平靜落嚟。然後如果我哋嘅思緒已經慢慢準備好啦，慢慢合埋我哋嘅雙眼，然後好似之前練習咁樣，深呼吸，深吸一口氣，然後用口呼出。好，再做多一次，深吸一口氣，然後用口呼出。好，就再重複呢啲之前嘅節奏，慢慢深呼吸，直至到我俾你哋提示。而家我哋嘅身體越嚟越放鬆，然之後我哋可以將我哋嘅雙手根據住我引導，可以做出唔同嘅動作。而家請你擘大嘅雙手，一隻手放喺另一邊嘅胸口，然之後另一邊手放喺另一邊嘅胸口。如果呢個動作唔係太方便你嘅話，亦都可以轉換動作嘅。例如，我哋可以將我哋嘅手一邊放喺個胸口嗰度，另一隻手可以撫摸我哋嘅腹部，都可以。又或者一隻手同埋一隻手托住我哋嘅手肘，另一邊嘅手肘都可以。又或者如果都唔方便你嘅話，你都可以將你嘅雙手放喺個大髀上面。最重要嘅就係從中透過我嘅引導，
你可以進入到一個意象入邊，感受到愛嘅能力就可以啦。好，而家就用翻頭先第一個動作，隨住繼續出深呼吸，想像一下，我哋重回翻小童嘅孩光。你而家啱啱出咗母胎嘅子宮，你出咗世冇幾耐，你而家飲住奶，你而家被一個襁褓包圍住，然後你嘅一切都係喺母親嘅雙臂上面。當你喊啦，我哋嘅母親會擦乾我哋眼上邊嘅眼淚，然後用嘴咀一咀我哋嘅塊面，用雙手輕輕咁撫摸我哋嘅膚肌。你頓時之間，你喺媽媽嘅母愛之中，你好想觸碰住母親嘅身體，你頓時之間呢個場面好溫馨，好溫暖，你完全進入咗母親嘅愛嘅流動中，喺一個好安全、好溫暖、充滿愛情感之下，你喺度享受住，然後呢份愛慢慢流入咗我哋嘅身體，呢種愛嘅暖流流經我哋嘅血液循環，我哋嘅細胞，然後流經我哋嘅全身。你頓時之間感受到一股愛嘅傳流，你好想將呢份嘅愛傳達俾你熟悉嘅人，甚至其他人。你身體感覺到好溫暖，好舒適，好似有一對手為我哋嘅身體撫摸、按摩住，你完全進入咗呢一種愛嘅畫面入面。如果你享受嘅話，就喺度停留一陣間。OK，如果你哋準備好啦，然之後可以慢慢將我哋嘅意識帶返嚟而家身處嘅環境入邊，然後慢慢鬆開我哋雙手，做少少喐動嘅動作。然之後，如果準備好啦，而家可以擘大我哋嘅雙眼。OK，就係咁簡單。咁係做靜觀，除咗可以令到我哋全身精神上面放鬆之外，亦都可以培養出一啲感恩嘅能力，亦都可以培養我哋嘅慈悲心啦、憐憫心同埋同情心。當我哋有呢個心嗰陣時候呢，咁我哋亦都會對自己亦都有個好強嘅關愛能力，
當自己嘅關愛能力強咗嘅時候咧，自然咧就會有一種能量再分享我哋嘅情感俾其他人嘅。咁呢個冥想亦都可以加強翻我哋訓練我哋呢方面嘅能力嘅。咁如果你自己做嘅話咧，咁你可以唔需要聽我個，就算你哋冇引導詞都好，你都可以咁樣去用呢個嘅舒緩自我觸摸嘅方法嚟想像一下我哋喺翻返去兒童嘅時光，你喺一個母胎喺一個唔好意思啊，係喺一個母親嘅懷抱入邊嗰種嘅畫面。如果真係諗唔到嘅話咧，咁你可以嘗試一下，你喺個腦海裏邊諗一啲電視劇啊，或者係你最近你睇一啲嘅電影啊，或者係書本啊，講一啲同一啲情感有關嘅畫面都可以嘅。最緊要就係你感覺到溫暖就可以啦。今日分享嘅訓練就係咁多。好，如果你鍾意嘅話，記得俾 like 我啦。好，下次見。